整装出发，厉志成、厉志南兄弟俩准备进行田野调查。走进庙宇，按下快门，客家盘花入境，成为主角。他是用一个小的塑胶碗把它盘叠起来。这对兄弟党的职业是修车师傅，文史工作者这头衔是责任也是使命。搜集影像之后，回到工作室创造大惊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马力兄弟，我叫大力，我叫小力，我们是六堆文史生态工作者。一说到马力兄弟，这名声可是响亮的很。打开电脑，密密麻麻的文字排成一篇篇文章。兄弟俩不是中文系毕业，也不是念传播学系，却能创办村刊。当我们一开始也是抱着说，好玩啊，去了解看看啊。当你实地去采访之后，然后去跟人家访问之后，挖掘出来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说，让你会觉得很惊艳。自掏腰包推广村刊，从一开始被当诈骗集团拒于千里之外，到后来村民主动订阅，力量开始发酵。爱这块土地，按你说的保存，因为这个东西不去采访，不去给它保留，以后没人知道了。对，会没落，会凋零。有记下见，有记下见，有记下见，往转来我，看起来不同不同。推广客家文化，马力兄弟唱给你听。厉志南填写歌词，再请别人作曲，还发行 CD。作为学弟啊，对吧？种非好，非常好。社會也唔會差。係啊，希望大家嚟共創。老闆嘛看唔到咧嗬。看唔到。修车厂里的小摊位，专门为客家文化发声。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为了得那个奖。我们认为平常这样做就已经是算得奖了。客家人向前行，唔驚風來唔驚雨。若是要接受表揚頒獎，兄弟倆是躲得遠遠的。但是一提到为客家莊貢獻，一定跑第一。放下螺丝，黑手师傅按快门拍客庄，敲键盘写文化。小小修车厂里，这对马力兄弟先活了我的感动时刻。